看人家很震惊，欢迎你。天良的观众朋友，虎沟家族，还有文香姐姐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哦，抓雨伞的朋友，我做抓雨伞。这边抓雨伞，来，女主角美珠。那美珠姐姐哈比较紧张一点点，乖乖快你台下一点的轻弹。谢谢。但是唱得做好听的呢。紧张是啥物原因？敢知？伊今去有主持人给伊食豆腐。有啥物人？所以伊吼带一阵有粒雨伞起来吃。是也让我掉雨伞了对吧？包括你嘛有粒雨伞，只是有发炎嘛无发炎。我没有肥大，这种有肥大。
伊讲你有肥大无？应该他肿大点。哎呦，阿弥陀佛五哥跟他肿大点，没有肥大。无礼貌，你这人女主角伫个家，对啊，盛装对不？嘿，即摆你敢知这四个是啥意思？什么？恁两个主持人嘛，就背后金，无人要出去甲你看报地。你嘛是先看你咧。但是我的报地爱看大个哦。爱啥人问呢？你收细甲他看着我的头。我跟你讲哦，伊今天是3菜的话，现在5菜。闭嘴啊！要买无你的赛事啊，没得啊你。美珠跟全国的朋友问好一下来。好，全国观众朋友，大家谢谢你们了。你是安怎？你是安怎？讲不出来哦。好紧张。多谢恁大家收看哈，谢谢。好，来谢谢，我们也感谢来，包括1、2、3，我们就喊谢谢，好不好？来1、2、3，谢谢。